揸好，先別急着劃走。我問你一件事，你去過雲頂嗎？你玩過老虎機嗎？試過。這樣一種操作係把會員卡插進去，拉一下拔出嚟，再換一台機，再插進去，再拔出嚟。江湖上管這套動作叫什麼？叫抽插法。很多人覺得這樣做就能騙過老虎機的系統，讓機器抓不住你的規律，提高中獎概率。聽起來是不是很耳熟？甚至你自己可能都試過。我今天要跟你說的是，你做這些動作的時候，自己很聰明，你以為自己在跟機器鬥智鬥勇，但實際上機器後面的那套人工智能系統在後台看得清清楚楚，且它才笑你。沒錯，它才笑你。你越抽插，它越開心。為什麼？我今天花幾分鐘時間把這裡面的道理猜給你聽。先坦白講，呢個抽插法我聽過不下幾十次。賭場你哋老手講，新手也講，好像你不懂呢招就不配玩老虎機似嘅。上的說法係這樣嘅，你不要死守一部機玩兩把就換，不停嘅入卡拔卡換機系統就捕捉唔到你哋下注規律。這樣一來，你哋中獎概率就會提高。你聽聽是不是特別有道理？好像你是在跟一台電腦玩捉迷藏，且你還覺得自己比電腦更聰明。但我要告訴你一個讓你可能不太舒服嘅事實，你越抽插 AI 越開心，如何？你越覺得自己在操作機器，你就越中了他的圈套。你覺得自己在玩他，其實是他在玩。你為什麼這麼說？我們先把老虎機嘅大腦搞清楚。好，要拆穿這個迷思，首先要弄明白一件事：現代老虎機到底是怎麼決定你中唔中獎嘅？它已經不是幾十年前那種機械轉輪了。生嘅物理轉盤轉啊轉，停在哪就是哪。現在的老虎機全部是電腦程序控制的，它的核心係一套叫做偽隨機數生成器嘅程序，英文縮寫叫 PRNG。什麼叫偽隨機數生成器？我盡量用最簡單的話嚟解釋。這台機器裏面有一個程序，每一毫秒唔億，也就是1/1000秒，就在不斷地產生一堆數字，快到你根本想象不到，從來不停，永遠在跑。你什麼時候按下那個旋轉的按鈕，系統就會在那一瞬間從呢堆數字裡面抓一個出來，之後然後根據這個數字決定你這次是中獎還是不中獎，中了多少錢。換句話說，你中不中獎取決於你按下按鈕的那一瞬間，知啦？和跟你之前在這台機器上玩了多少，一點關係都沒有。跟你上一台機器係贏了還是輸了，一點關係都沒有。跟你一卡玩的還是投硬幣玩的，一點關係都沒有。跟你有沒有抽插，有沒有換機，有沒有拍機器屏幕，通通唔有關係。這件事的本質是什麼？你每一次按下按鈕都是一次獨立嘅隨機事件，上一次的結果不會影響下一次做的任何一個動作，都唔會影響下一次。你按下去的那一瞬間，一切都定下嚟啦。所以你那些抽插的動作，在數學上，在程序上，對呢個結果沒有任何影響，沒有任何影響。好，遲嘅運啊，同行用呢，既然這些動作就對結果一點影響都沒有，那為什麼我用了抽氣法之後，
感覺好像真的有效。心理學和感覺好像真的更容易中了。答案很簡單，而且有點扎心，因為抽插呢個動作雖然改變不了你中獎如何，但它改變了一件事，它讓你在機器前面坐得更久了。你想想，你本來打算玩半個小時就走，但是你用咗抽插法子，你覺得只在執行一套非常精密嘅策略，你覺得下一部機說不定就中啦。你一步一步地換一張卡，刷啦，拔啦刷，眨眼2個小時過去啦，你的策略冇變，但你在機器前面坐的時間從半個小時變成了2個小時。你玩得越久，字就越多，你下的字越多，按照概率，你輸的錢就越多。因為老虎機這個東西，它的數學期望值是負的，然後期望值是負的。簡單說就是你長期玩下去，你輸掉的錢一定會比你贏到的錢多。這個不是運氣問題，這是數學，在食字的時候就被算好了。所以你在他面前坐得越久，你就輸得越多。你原本可能輸100塊就走人啦，請問你相信抽插法，你輸了200塊齊走，你覺得自己在用策略，實際上你只是給自己找了個多玩一位嘅理由。所以你以為抽插是在增加中獎機會，不是，它只是在延長你輸錢的時間。你越抽插 AI 越開心，因為留下來的時間越長，它從你身上賺走的錢就越多。呢個時候 AI 在後台真的在笑你。講到這正前行，係我想停下嚟問一問屏幕前嘅你，你回想一下自己去賭場嘅經歷，或者你身邊朋友嘅經歷，你覺得你嘅抽插法真的有用嗎？如果你覺得確實有點道理，能提高中獎率，你可以把1打在公屏上。如果你覺得它根本就是騙人的，係把人留在機器前嘅一種套路，你就把2打在公屏上。投完票之後，你可以順便翻評論區，咁肯定有人會在下面分享自己嘅真實經歷。那些故事可能比我今天講嘅還要生動，還要扎心。好，我們繼續往下猜。說完了，海差抽插法在數學上的問題，它改變不了中獎概率，只是讓你玩得更久，輸得更多。但如果你覺得故事到這兒就結束了，那你就太小看現代賭場的科技水平了。接下來我要講的這部分係真正讓你後背發涼嘅地方。你以為 AI 只是一台會出隨機數字嘅機器錯啦？現代賭場嘅老虎機系統，和它背後連接的是一個完整的龐大的數據分析平台。你每一次把會員卡插進去，賭場就知道你是誰，你之前來過幾次，玩了多久，平均每個月押多少錢，你今天到目前為止贏了多少錢，輸了多少次，這些數據全部實時傳送到後台，再看你，他在分析你，他在算一件事，你現在是累了還是興奮了，你什麼時候會衝動，你大概再輸多少錢就會離開。這些數據積累下來， AI 對你了如指掌，它甚至可以通過調整某些機器嘅參數，讓你產生一種差一點點就中了嘅體驗。覺得下一把肯定能贏，讓你自己坐在那裡繼續玩下去。你知道嗎？有些老虎機程序裡有一個專門設計嘅機制叫戰失效應。
就是他故意讓轉盤停在剛好差一啲格嘅位置，讓你看到差一點就中啦。和你嘅大腦看到呢個結果，會分泌多巴胺，會讓你覺得就差一點點，會讓你產生再玩一把肯定中的錯覺。你嘅機制是刻意設計出嚟嘅，它利用嘅是你的生理反應。你根本不是在一台機器面前玩遊戲，係面對一個由心理學家、數學家、工程師共同設計嘅人性收割系統。所以你呢個抽查法這個級別的系統面前意味着什麼？它意味着你在一個全方位無死角的監控鏡頭面前跳舞。你以為自己跳得很衰，很有技巧，監控鏡頭後面的人，他們看得一清二楚，而且他們正在笑你。說到這，我想起賭王何鴻燊曾經講過一句話，他說：你能贏老虎機，只是因為機器還沒有認真跟你玩。這句話什麼意思？他的意思是老虎機從來就不是設計嚟讓你贏錢嘅，老虎機是被設計嚟接娛樂你嘅。你嘅睇100塊，而嘅半小時嘅燈光、聲音、旋轉、期待感和偶爾嘅小驚喜，本質上你賣嘅係一種體驗，而和你賣啲係一種我可能有機會中大獎嘅幻覺。如果你肯清楚呢件事，你覺得花100塊買半小時嘅開心係值得嘅，嗱冇問題。你完全可以把它當作一種娛樂消費。但如果你覺得自己可以靠抽插法這種小聰明長期贏到錢，就是在跟一台擁有超級算力嘅電腦到你贏嘅概率有多高呢？我跟你講一個數字，比你走出賭場門口嘅時候被閃電劈中嘅概率係有低，即不是我誇張，呢是事實。所以什麼是真正嘅老虎機智慧？真正嘅智慧不是研究怎麼抽插、怎麼換機、怎麼騙過系統。真正嘅智慧係想清楚一件事：你每放進去嘅1塊錢，你心裏要知道你是在買什麼？你是買一段開心嘅體驗，是在買一個我有可能贏錢嘅幻覺。這兩者之間的區別決定了你是清醒嘅還是自欺欺人的。好啦，時間嚟嘅，今天的拆解就這。我不想像有些人那樣站在道德高地上跟你說，千萬不要賭。你是一個成年人，有選擇怎麼花錢的自由。我只想幫你把這件事的底層邏輯拆乾淨。你的每1塊錢都是你辛辛苦苦賺回來的，至少要搞清楚它去了哪裡，換來了什麼。如果你覺得今天呢期內容對你有一點幫助，如果你想繼續看到更多幾種把局拆給你看嘅視頻，你可以點個關注。下期我已經在準備啦。我想聊一個很多職業賭徒掛在嘴邊嘅東西，叫凱利公司。這個公司到底能不能用在真實賭場裡？其實和它到底是真科學，還是包裝過的自欺欺人？感興趣的點個關注，我們下次見。我是那個願意幫你把賬算清楚的人，下次見。